路加福音第22章，爭論誰為大。門徒中間都起咗爭論，佢哋中邊一個可算為大？耶穌對佢哋話：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佢哋，嗰個掌權管佢哋嘅稱為恩主。但係你哋唔可以咁樣，你哋中間最大嘅倒要成為最小嘅，為領袖嘅倒要像服侍人嘅。係邊個為大？係坐席嘅定係服侍人嘅呢？唔係坐席嘅大嗎？然而我喺你哋中間係如同服侍人嘅。我喺試煉之中，常同我同在嘅就係你哋。我將國賜給你們，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，使你哋喺我嘅國裏面坐喺我嘅席上吃喝，並且坐喺寶座上審判以色列12個支派。